伫咧高雄有一个国中老师去互学生检举，讲伊伫咧上课时阵讲一寡有诶无诶物件来侮辱查甫学生。学校是性平会认定讲，即个老师是性霸凌，毋过落尾却无甲即个老师处罚。人本基金会今日要求伫爱退转去这项决议，也爱调查这校长敢有失职。 高雄这间国中一个查某老师，去年上课时阵，用一寡无适当的语言侮辱查甫学生，和学生投诉。曾经用一些羞辱男学生性能力有问题的字眼来骂学生，然后受害人不止一个，然后是在班上公开的场合骂。说谎的人我就讲出来是谁，你们再感觉吧。 人本基金会公布，女老师知影学生检举，搁伫上课的时威胁学生的录音。这个案件是发生伫去年11月，学校性平会以无人检举决议无受理，所以后来人本出面检举。今年4月，性平会第2摆调查认定性霸凌成立，学校科学会说决议唔免处罚。3个性霸凌都成立哦，竟然还只建议只要惩处1个申诫。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连1个申诫都不要记这一整个学校的方腔走板，校长要不要负责任呢？老师或是家长用一个就是很僵硬的、很僵固的刻板印象去框住的话，然后他又不符合这样的刻板印象的话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比较负面的后果。 人本质疑学校包庇老师，校长讲，这个老师有时情绪反应较大，代志发生了后，一直请假到单。师生之间的互动他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被记成阶的。针对无处罚老师的部分，教育局表示，案件会退转去学校，定做适当的处理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